每一当过年期间，市府神经拢变甲安安，都来要提供顺畅的交通环境，减少民怨。今年更爱加强防疫。高雄局表示，其实过去透过连续假期，拢持续检讨相关的管制、交通的接驳、加停车的需求。所以今年过年7天的假期嘛，同款执行。特别伫安平古堡、车坎楼以及孔庙等在大景点，拢实施人车分流，也就是管制车辆不得进入景点。有就是相关的行车引导资讯，拢需要民众上网站或者是台南好停等 App 来查询。我们会针对我们刚刚提出的12个景点，我们会做这个区域的监控，特别重点的监控。那个景点周遭的道路拥塞情形，尤其是市区的这些景点。那我们运作模式大概各位都知道，各位去过我们交通中心，我们就会把它群组在一起。那这个主要的这个道路，大概方圆1公里之内的。那如果遇到这个看到交通拥塞，我们因为警察局也会派员进驻，那我们就会去请警察局现场来协助远警协助这个交通疏运，就是请他在找1个入口、2个入口、3个入口前就应该要改道，不要进到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上面来。不管你是路过，不管你是经过，不管是你还停留过，都要让大家好过。来台南，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防疫健康游，但是不要塞在路上，不要路这个无端被拖掉，那但是严重的违法我们还是要处理的，那一些地方的公共工程在春节期间为了维护整个这个品质，我们还是如果不考量不影响到公共工程的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原则上是停止施作，那可以让大家会比较顺畅的这个经过一些施工的区域。为了第一时间处理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，高雄局嘛开设疏运指挥中心，对2月12到2月16每一天拢值班，随时监控主要道路的车流状况，而且配合警方的指挥。一旦有交通的状况，民众买单回报专线06-299-8229。台南新闻，军及何长邦采访报道。